大家好啊 ，Adrian 你好啊 Stella 你好。嗱，之前咧都同你了解過就係債券嘅配置策略啦，我哋都拍過條 video 啦。嗱，今次咧我哋想傾一傾咧就係股票市場嘅投資機會嘅。好啊 ，Stella。嗱，環球股市咧喺2025年表現好犀利啦。威靈頓投資又預期今年整體股市啦，又可唔可以延續到升勢咧？係啊，首先咧由宏觀角度嚟睇，我哋認為全球經濟咧正在逐步重新加速成長㗎。當中啦，如圖中所示，威靈頓咧採用自家研發嘅全球週期指數，結合咗工業同埋消費者信心、就業、市場資金流向同埋政策不確定性咧等等7個前瞻性嘅指標，容易判斷翻咧全球經濟所處嘅週期咧究竟係一個擴張定係收縮嘅一個階段㗎。而由過去歷史數據顯示翻啦，呢個指數同環球股市表現咧有一個唔錯嘅關聯性。全球經濟咧自去年年中開始增長咧出現回升同埋再加速嘅跡象，因此我哋認為寬鬆嘅財政同埋貨幣政策同埋大而美方案落實推出等等嘅因素咧，可望奠定基礎，同時咧亦都有利翻帶動環球股市走高㗎。咁預期股市咧依然都有個動力向上啦。咁但係咧就係今年個主旋律啦，係咪仲係要圍繞住 AI 咧？嗱 ，AI 呢個 sector 咧經過過去幾年啦，由一個故事敘事咧演變成邊啲公司究竟可以將技術落地，做出實際嘅業績。咁投資者咧都會追問實際成果，即係咧要有強勁嘅 ROI 啦，同埋現金流。咁 ROI 咧就係 return on investment 嘅，咁咧就係 AI 投資嘅回報。咁而我哋都認為咧，而家相關 AI 投資領域咧就唔存在泡沫，因為咧啲科技巨頭盈利又高啦，現金流亦都健康，咁所以 AI 主題咧都依然值得投資㗎。咁你哋嘅睇法係點啊？係啊 ，Stella， 我哋亦都同意翻咧，而家人工智能即係 AI 主題咧，仍然未達到一個泡沫嘅階段。目前嘅 AI 投資咧，仍然處喺早期嘅階段。咁其中咧，以資本開支比例計算嘅話咧，目前全球喺 AI 領域嘅資本開支咧，約佔全球 GDP 大概1%。歷史上嘅投資週期咧，通常要喺達到 GDP 嘅2%到4%嘅時候咧，先會逐漸減少㗎。相比起90年代末期嘅美國科網股泡沫咧，目前嘅 AI 投資仍然處喺早期階段。咁而相比起日本80年代嘅資產泡沫咧，目前嘅 AI 市場亦都未出現呢種類型嘅瘋狂㗎。同時，我哋認為美股咧而家已經由少數嘅科技股咧擴散到去其他行業。咁因此啦，除咗美股7雄之外咧，將會有更加多嘅投資機會㗎。咁市場咧越嚟越關注咧美國企業嘅盈利增長可唔可以 keep 到啦，同埋個美元走勢咧因為弱緊啊。咁你哋咪有同樣嘅擔心咧？對於嚟緊嘅投資又有啲咩啟示咧？係啊 ，Stella， 美股過去10年表現咧領先其他市場嘅一個主要原因咧，係美國企業盈利增長咧顯著高於其他地區。咁如左圖所示啦，無論係過去嘅實際表現啦，淨係未來12個月嘅盈利成長預測，美國企業整體咧仍然展現出相當強勁嘅盈利增長，反映出啦美國企業喺人工智能普及、經營效率同埋產業競爭力方面咧，依然具有結構性嘅優勢，亦都解釋咗啦點解美股喺過去一段時間咧能夠吸引到全球嘅資金咧，亦都持續流入㗎。咁不過啦，若果將視覺咧放到去全球市場咧，美元走勢就成為影響資金配置嘅重要因素啦。由歷史經驗嚟睇，當美元走強嘅時候咧，美股往往表現相對比較好㗎。而相反啦，當美元轉弱嘅時候咧，非美國同埋新興市場嘅股票咧，通常會有較佳嘅相對表現。咁因此啦，喺美聯儲今年較大機會繼續穩步減息，令到美元可能繼續橫行同埋走弱嘅時候咧，都可以積極留意翻美國以外地區嘅股票㗎。咁今年咧，投資市場上面投資者又要留意啲乜嘢風險，同埋喺資產配置上又有啲乜嘢應對嘅策略啊？過去幾年啦，大家可能都非常熱衷喺美國嘅科技股，例如美股7雄。不過咧，事實上喺美國以外嘅市場咧，相對起過去幾年增長股表現領先價值股咧，其他地區例如歐洲啦同埋日本嘅本地企業同埋週期性價值型嘅股票表現咧，反而係更加理想㗎。估值吸引同埋更具穩定業務嘅企業咧，更受追捧。而相關趨勢咧，未來會否逆轉咧，將會係今年投資市場重點關注嘅焦點之一。因此啦，喺目前嘅投資環境之下咧，
行業板塊輪動有所加快，同埋更多市場不明朗因素之下咧，投資股票嘅時候，除咗着重翻企業增長同埋估值上升空間帶嚟嘅價格增長機遇之外咧，更加應該留意翻公司質素同埋企業盈利狀況咧，係咪有一個持續改善嘅情況，同時兼顧兩者之下咧，將有望喺波動市況下有更穩定嘅投資表現㗎。咁今年投資部署上咧，風險管理都好緊要㗎。咁策略咧應該要回歸基本面，透過優質去揀股同埋分散投資去平衡風險，以優質增長作為核心部署嘅方向。同時咧應該要放眼全球，分散配置，把握環球盈利增長嘅機遇。就好似起間屋咁樣啦，基本面分析咧就係要打好地基，間屋咧先至可以喺風雨之中屹立不倒。多謝晒 Adrian 嘅分析，我哋傾到呢度先啦，拜拜。